过来是嘉义中间病院的加护病房，嘛发生着暴力的冲突。一个护理师打电话，甲一个病患的家属讲病情，因为手机啊信号无好，讲袂清楚。这个家属竟然是气噗噗冲到病院，甲这个护理师口力起冲突，结果护理师受伤了。护理师已经去验伤，要来告对方伤害。 时候一进来，他也是一样气噗噗啊，是不是你拍电话啊？护理师向员警说明代志经过，讲甲真围困，然后就要出手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就一直阻挡他，叫他一旦就是伊就是愈来愈激动安尼啊！昨中到11点多，嘉义中家病院加护病房开放家属探视的时段，传出着医疗暴力事件。 一个姓陈的护理师打电话给一个病患的家属，敢若是因为电话信号歹，对方听无啥句。想要到这个家属竟然怀疑护理师态度歹，规人是气喘喘到病院找护理师理论，双方9966爆发着冲突。其他护理师赶紧报警，当时斗相共排解。经了解为办理转病房手续，家属与陈姓护理师有 口角，其他护理师见状，上前欲将陈姓护理师带离现场，有拉扯情事发生。警方赶到现场，当七位这个家属已经离开，家在真紧到伫停车场找到伊的人。伊过来制造一段，好不好？警方通知伊到案说明，是讲安尼匆忙行为，若爱面对着医疗法等等的公诉罪，护理师也正式验伤，提出伤害告诉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